这时，请咱备办心来做今仔日的礼拜。若是时要到，现今就是真实敬拜的，要用神用真实敬拜爸，因为爸是爱互人敬拜伊。上帝是神，敬拜伊的人着用神用真实来敬拜。这时咱要请敬拜团来带咱学路。那我们就请弟兄姐妹一起起立啊！如果有不方便站立的，我们可以继续坐在位置上，没有关系。愿基督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满足。你是我江上。是我唯一所爱慕，这世上没有事物能够带给我满足，在失恋中，我灵歌唱，永不回头，我的基督使我满足，基督你是
们，赐给我们平安，赐给我们力量。父啊，就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，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把十字架放在我们的前面，把主你的道路放在我们的优先顺序的第一位。主啊，你是我们的满足。主啊，让我们能够在主你里面常常的渴慕主你，常常的来亲近主你。谢谢主耶稣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祷告，阿们。耶稣，我要爱慕你，我要爱慕你，倾倒我的生命，你是我唯一所求，让我心单单渴慕你。耶稣，我要爱慕你，我要爱慕你，倾倒我的生命，你是我唯一所求，让我心单单渴慕你，我心满意，我心满意，对你的爱和思念无止境，让我走向你的身旁，贴近你。主啊，我渴慕寻求你，耶稣，耶稣，我要爱慕你，我要爱慕你，倾倒我的生命，你是我唯一所求，让我心单单渴慕你，我心满意，我心满意，对你的爱和思念无止境，让我走向你的身旁，贴近你。主啊，我渴慕寻求你，我心满意，我心满意，对你的爱和思念无止境，让我走向你的身旁，贴近你。主啊，我渴慕寻求你，我心满意，我心满意，对你的爱和思念无止境，让我走向你的身旁，贴近你。主啊，我渴慕寻求你。主啊，我渴慕寻求你。我们依然站立。这是咱继续听着咱来信仰的告别，新的界面，咱做阵来读，真心真意，听主你的上帝。这个界是大个，也是头一个。第二个也三，亲像是讲，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。这两条界是全法甲先知的总拳头。我用新的界面互你，就是恁着三听，亲像我捌听恁。
你若着安尼相疼，你若相疼，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。请坐，即是咱做阵暗头来祈祷。疼痛阮的爸，阮搁一摆来到你的殿院来敬拜阿罗你，阮满心感谢你。伫以前做日子里，你拢甲阮伫地，你保守阮，无论阮得时无得时，拢有主的同在。阮也将阮台湾即个国家、即个地完全交托主你，愿你互阮的执政者因有好的好的行为甲好的理念来治理即个所在，互阮遮的百姓拢会当伫因的迄个带领中安居乐业。阮也感谢主你来伫个即个旧年的新年要来的时，愿主你也保守阮做兄弟姊妹，既若有身躯无拄好，也是有艰难的时阵，愿主你也保守来医治。愿主你也甲要出入，要伫个假期会当要出去郊外的，阮诚济迄个兄弟姊妹拢有主的同在。阮安尼将阮一切拢交托伫主你的手中，愿主你时时甲阮伫地。阮安尼伫你的面前祈求几句，拢是靠主你的名。阿门。这是咱请萨马团契来学乐是爱。神的爱使太阳温暖，月亮放光。他的爱使花香鸟唱，因为爱使人活着有希望。
谢谢三马团契示爱。这时咱要来读上帝的话，记载圣经希伯来书第10章19节甲25节。19节，所以兄弟啊，咱伫耶稣的血，既然得到好胆入圣所，对伊所甲咱开心甲活的路，按丢人经过的，即个丢人就是伊的身躯。佮既然有大祭司伫你上帝家，22节，咱着用真实的心，充满的信，心已经受免互良心责备，身躯也已经受清水洗，来亲近上帝。23节，咱所盼望的已经有承认，当着经过即个承认无摇动，因为迄个应允咱的是信实。24节，搁着逐个三管顾来结起仁爱，甲行好。25节，毋通放煞恁的聚会，亲像有人惯死安尼，就是着三款免。既然看见迄日群，搁较着安尼。以上，咱要请蔡长老来甲咱证道，毋通停止聚会。请甲你管理吼，甲厝边隔壁先体祈祷一下哦，先体祈祷一下，你毋通发平安，敢若礼上惯例吼，敢若讲平安，用心来平安。甲厝边隔壁讲平安的时阵，是说带着祝福，写拢真水的话。每一个礼拜日来，甲咱的兄弟姊妹做一个祝福。这是非常的水，毋通停止咱的聚会。咱有对随事一对翁仔某特别走来到咱中央教会聚会呢。随事呢，讲4、5语言，若听无要紧，阮有保险节加做保险来替阮翻译咧。我已经从半冬内底，毋若超过半冬啊啦，半冬内底，因为对国庆日开始足侪外国的外国的这议员啊，这庆贺咱国庆日的，加咱台湾这大使办事处代表等。我这半冬差不多拢是安尼，对听无够少，我听有啊，拢差不多。伊咧讲的我戇笑，我咧讲的戇笑，安尼已经安尼，安那大家都三个做伙。感谢主，总统就任，你可能交我都无关系啊。总统就任是一个使命啊。因阿姑问讲啊，你有甲阮亲戚甲恭喜无？我讲无呢。讲甲恭喜，我讲我都袂甲恭喜，他有啥物通恭喜？这世人总统足歹做的呢。我逐日替祈祷较重要啊。恭喜要创啥？我逐日替祈祷，互这世人为总统做，因为我知伊的个性。做一个总统是牺牲啊！咱讲咱足爱做总统，总是你想做一个总统是别人得到福气，连因某都袂当食头路，因囝都直接结婚拄啊请一桌。做一个总统，伊若是为着台湾做总统，其实讲起来无啥物通恭喜，惊咱直接做中级共款。我去发表去，我选着丢落，伊就来讲，你甲我无啊？我讲，选丢落是一种付出的，无好就想用功，但是袂想替上帝咧做工课。这题目甲咱讲伫即咱的等于咱的新年吼，咱咧讲春节的。第尾一个礼拜，过来后礼拜就是咱的旧历过年。咱要讲啥题目？要甲最少甲你讲，毋通停止咱的聚会。聚会重要无重要？非常重要。有当时咱毋知影为什么咱来聚会，啊，自细阮老爸老母就叫我来聚会，像我的老爸老母对聚会非常注重。虽然因出去阮国民党已经足细汉3、4年的时阵，因一个拢出去传道，总是。倒来第一句拢问讲：啊，你有去教会无？安尼尔，不管透风，不管落雨，叫阮大兄两个人，干那阮两个去做礼拜，伊嘛是问即句：啊，你有去聚会无？不然我想讲，要甲讲，干那阮两个尔呢，讲后效。你有去聚会就是对啊。有当时是习惯，有当时是讲啊，无去歹势，对不起上帝，啊无甲上帝，我甲你来聚会，啊拄着甲你请教。我顶礼拜阮太太爬袂起来。其实我足艰苦心的，因为吼，我逐面讲到了，一定会问阮太太，叫伊还佫听一遍，到底讲到倒一搭有
因为我这有回人啊，小老年痴呆症啊，吼，惊讲话去哦，讲话不得体，不是上帝所要我讲的话。一个讲者就是为了上帝，为了上帝传达你的话语，没有个人的意志啊。所以每次我PowerPoint的大概做50个，然后到礼拜4的时候大概3乘25个，到礼拜5大概3乘18个，到昨天晚上3到10张。因为什么？我希望全部的焦点在集中、集中。互咱知讲，咱要讲的是啥物？那么以前个礼拜，你敢捌问一个问题？哦，这上帝吼足奇怪呢。啊，都足爱人安尼一日多甲学乐就好。啊，你个礼拜就是学乐上帝。啊，去到对创世纪开始，去到启示录，拢是学乐上帝。安尼，上帝是不是非常的虚荣啊？你个说拢是阿东夏娃的时候，讲阿东夏娃有咧敬拜无？有啊，上帝你看，要暗的时阵，就阿东夏娃，你两个伫倒位？其实是安怎？伊要做家庭礼拜啦。上帝咧行东夏娃做家庭礼拜，东夏娃已经做毋着代志，两个早讲小心倒底，就去咪咧。上帝知嘛，跳你甲问嘛，恁两个伫倒位？要做礼拜安尼？这个传统吼，伫老信徒，你毋知影个印象无？足侪老信徒要食饭以前，一定要先家庭礼拜咧。有水无？足水诶！用过高做例，我常常用吉安长老过高做例，叫到真济一口罩因吉安因兜还佫对面安尼带一口罩吼，细叶吼，安尼一口罩安尼。迄要食饭以前拢爱先做礼拜呢。啊，囡仔甲带讲哦，即边礼拜讲得遐厚话，讲得遐久安尼，好巴肚要枵死安尼，一个碗摕咧啊看安尼，迄目镜向手去啊带，一个压袂了，手随伸出去，啊无惊手甲手。咱开始咧看的时阵，对高允到阿伯，上帝更献济呢。高允献的济，上帝感纳，阿伯献的济，上帝感纳高允。哎哟，恁都献济，我嘛咧献济。你用粗色的，我嘛用粗色的规矩，心态问题啦。上帝先要接纳伊，因为上帝所接纳的是安怎？咱用心真正献济。然后开始，以色列人出埃及的，上帝甲讲，为着要互因敬拜我，为着要敬拜，因出伫旷野中间离开迄个埃及所有迄个偶像，回去到旷野所在，为着要敬拜上帝。上帝甚至替因做圣所，替因做会幕，然后咱真个敬拜，哇，足侪所在敬拜。咱教会敬拜，咱敬拜足侪形式，足侪种。咱要敬拜上帝，安尼问你一句话：上帝是不是很爱虚荣啊？为什么一直在敬拜我啊？上帝啊，你是不是很虚荣？啊，你干那要叫人敬拜你，你会不会太虚荣？我请教各位一件事情：你为什么回去看你的爸爸妈妈？你觉得你的爸爸妈妈，你跟他在一起，你？一个囡仔的时阵，我头拄仔问阮阿姨讲：阿姨啊，你有要对南部无？伊讲我看卖咧，有可能我会对北港。我已经安尼7档啊，要对来台北要第7档的过年啊，我对一遍尔。迄遍了，我的心就足艰苦心的，爸母无伫咧吼，真正惊无啥对啦。台南虽然讲我的厝拢啊伫遐吼，煞叫囡仔家己去来台北。反正阮后生伫遐，你起来台北交阮三口做伙。今年本来足侪人希望我会当对，拢搁交我约好势哦。蔡某某足久无看到你啊！你今年过年一定爱倒来。我尾想想嘛，无爱倒。爸母无伫咧，你就感觉对是一种空虚啊，煞一种笑脸嘛。然后咱咧看，上帝是要叫咱来做礼拜，要叫咱倒来厝里啦，回家啦。你看我们春节做一项啥物代志？春假若逐遍过年到，咱拢做一个代志，就是安怎呢？订无车票呢？要对厝呢？你们要去瑞士过年，还是在台湾过年？因为过年敢若是一种大家团圆的日子啦。过年也到，大家多团圆，就感觉讲足好个啦。所以讲过年到时以前。到阮老爸老尾要过生的时阵，阮过年
若过年一定想一办法先对啊！拄啊塞奶老爸老母，搁互你偌大汉伫老爸老母面前，你就是甲塞奶。咱咧讲查某囝贼，我若对阮丈命吼，啊若逐遍倒来，就是车底载一堆物件，迄叫做查某囝贼。女儿贼吼，可能你们年轻人不太有印象的。迄个政委，如果你去你那个丈母娘家，记得跟你太太讲，回去家里就是偷东西，就大腿这种。查某囝贼，迄爸母若看到查某囝去初二回娘家，哦，咱初二拄啊要做新春感谢礼拜，初二回娘家吼，迄爸母就是准备物件啦。我拄啊，当下来想，考场了哦，你来看阮亚文演奏，那个就是他们今天三马团契所唱的是什么？是爱，那个就是爱呀。天父是爱我们。所以他希望我们回娘家，回到我们天父的家。那天父家在哪里面？在他的圣殿里面，古时候的圣殿，现在的礼拜堂。他希望你来礼拜，除非你真的是不方便，你身体不行。所以今天我一直很担心我太太身体是不是行。今天5点她起来在整理东西，我还问她说：“你身体可以吗？”她说：“好了。”哦，我好高兴，因为我太太可以听我讲道，只有我太太讲话最赶。你读到叨一句吼，讲了毋对去，你重复讲，因为咱已经较老啊吼，会定定咧讲倒病呢，讲了毋对去。啊好，加再有一个太太，逐日甲你讲吼，啊无，拜托你用贴心讲诚实话，有时候你们都不敢讲，客气。那是为着上帝咧侍奉咧，毋是为着个人咧。所以，咱每一个人，上帝希望我们回家了。你想想看，当初在爱典乐园阿东校，我去互赶出去。那个气场多凄惨！本来暗时拢会当做家庭礼拜，即摆袂当安尼，叫人赶出去呢。叫人赶出去，甲上帝敢若嫁转去。上帝啊，你在哪里？咱所看的历史，讲伊拢甲上帝当行300当活到365岁。咱看到摩西到西奈山甲上帝面对面，总是伊才出来救的时阵吼，除了埋怨以外，伊无看到上帝啦。因为上帝你伫倒位咧？虽然上帝因知讲上帝足疼伊呢，替因做足侪工课，所以咱甲上帝嫁转去啦。所以为着安尼，先知以赛亚甲咱讲，希望恁会当亲近上帝，当找着的时阵，恁来找伊啊。通接近的时阵来接近伊啊。伊是对北国的以色列讲的，以色列无一个好王啦，19个王无一个好的啦。但相对的，伊咧甲因讲这时阵，就是甲恁讲，上帝其实足疼恁呢。伊会差遣弥赛亚来替恁赎罪。535个祭司的中间，第一个上重的是赎罪祭、赎罪祭。伊会差遣伊的羊羔来替你赎罪，伊差遣伊的弥赛亚、伊的独生囝替你赎罪。有人要相信无？无啊！伊敢要复兴以色列国啊！所以以色列就甲咱讲啊，通吹叫像咧吹叫，什么西边大兵有甲咱讲因信无到上帝，第二到安怎？到分气啦！咱就希望来做礼拜，希望到分气无？咱毋是呢，咱做礼拜吼，咱教会是已经家己本身，咱10点一定要开始。就是教会头先拢拄等啊，会友今仔敢较少诶，安尼都无个等5分钟啊，等10分钟，上帝带你等因做礼拜。今日你若要去总统府，我甲你讲，恁提早半点钟你就到啊，带等总统来。既然你要看上帝吼，是上帝咧等恁。你想一想吼，这敢若嘛足正常的呢。爸爸打电话，过年到啊呢，你要倒来无？哦，爸爸我好忙呢，我今年过年我阁欠息一个，我明年我才倒来。哦，足硬吼，我公司还阁咧加班呢。正在过年你要不要回去看爸爸妈妈？哎。我们经常有很多借口咱足侪借口无去看咱的上帝。咱若去到总统的时阵，拄着一边感觉足错、足严肃、足郑庄的，哦，足慎重的、足欢喜的，穿西装、甲连裤带配，佮穿了足金的。啊，来到圣殿吼，不要紧，咱都逐礼拜咧做礼拜咧，啊，即礼拜请一个假，甲上帝请假。咱说我着是安怎呢？伫细汉的时阵吼，吼，你囡仔补地地。然后吼，伊若去读幼儿园吼，你会看到一个啥物场面？当囡仔入去，家长袂使入去对无？吼，大拢爬大墙啊！吼，
到底伊去安怎？尤其是国小，咱去读国小，你看国小目口弄一个讲禁止进入，好，啊，得规个家长都安尼爬墙啊，安尼咯。嘿，阮囡仔是遐看生做安怎？总是吼，有一个场面咯，迄叫做养老院，嘛是有人在咧看，阮囝毋知来看我袂。阮查某囝讲即礼拜要来，啊，但还袂到，啊咧规养老院所看到是堆人，这是两个场面啊。一个场面是幼儿园，逐个拢在啊，所有家长拢在看我的囡仔，哎哟，毋知去读册，毋知读了安怎，哎哟，啊，就慢离开家庭，哪去读幼儿园，逐个拢足紧张的。啊，一堆啥？这老人讲，阮囝毋知来看我袂，我逐礼拜咧等，多等一礼拜，啊，阮囝来看一遍，佮甲。尾啊，讲无啦，啊伊拄有代志，讲后礼拜咱做伙来看你。你是毋是直直甲上帝请假？上帝在等你呢，等你回家。讲有啦，我拢有咧看我 TV 啦，有啦，我有翘脚住迄个沙发椅顶，咧看我 TV 啦，我给当看几啊台。你敢要做礼拜？上帝在等你呢。你今日做礼拜中间，我希望咱每一个人的心真正会抛开，我相信进入你的心。你是只来做礼拜呢？你是真正要直接甲上帝相拄，你直接要亲近上帝，你要互上帝知影讲，今日到底上帝有甲你讲啥物话无？今日毋是咧啥物人咧表演讲讲道偌好，毋是人表演讲唱歌偌好，毋是人表演讲敬拜赞美偌好，所有一切拢是要应光上帝，荣耀完全归于上帝，阿免。咱乃是为着上帝啊，为着上帝甲讲我倒来啊啦，上帝啊，我甲你三个做伙，咱拢有资格通做阿爸爸。你甲一个喙咧讲你阿爸爸，然后你阿爸爸是拢用视讯的。当然你啊，COVID-19咱无多咱视讯，总是阿爸爸内面你会当紧会当来时阵，你为什么无要来起三个做伙？啊，我身躯真正等候你身躯袂当来时阵，你会定来讲一句话，哦，来当去做礼拜，毋知偌好咧，袂赴啊啦！做礼拜毋知偌好，袂赴啊啦！所以咱刚才讲第二项时阵，咱甲主做礼拜当遮主结连啊，是毋是假啊？咱是毋是假？伫个中间是互咱甲上帝三甲做伙啊！咱当上帝结连做伙，敢亲像葡萄树，咱是连伫葡萄树啊，结一个果子啊。树若咱的枝若离开葡萄树，迄结果是安怎？孤单啊，互迄伫火炉啊。所以咱永远念伫上帝面前，甲上帝三甲结连，主耶稣基督做咱的中保啊！这个是物件中保，就我互咱甲上帝三甲结连啊！这何等大的福气啊！咱来做礼拜时阵，咱会当到至圣所，古早是祭司会当到至圣所献祭呢。咱会当到外院尔。至圣所内面，不管是本来我还佫准备足侪资料了，咱想讲咱毋通佫讲较济啊吼。有金色饼咯，金灯台，有金香炉。以后时间咱来甲拢，这个古早的献祭，甲咱即阵做礼拜，其实有共款的意义啊。像主要所基督替咱牺牲，主要所基督目睭刻迄一日，报圣经安怎写？讲店里的幔子裂开了，至圣所已经拍开啊啦。咱会当到上帝面前，甲上帝三甲做伙，甲上帝三甲献祭，这何等大的福气啊！人拢该祭司，人拢是君尊的祭司，你会当甲上帝三甲做伙，你拢是祭司的角色啊！这何等的荣耀，毋是受到选择，所以咱真正在即个就是咧，互咱甲为着主要所基督替咱赎罪，咱甲上帝过好，何等大荣耀啊！啊，还咧，即个还是咧，互咱讲兄弟姊妹。做伙三甲的结连，伫咱兄弟姊妹中间，互咱三甲，因为伫有所书5章20到30节，会记咱若特别结婚典礼都用这首诗，用这个圣经。你讲啥？啊，恁做你个家后的人爱顺从你的丈夫，你做丈夫爱听你的家后。去上重要是安怎？互咱知影教会是基督的新娘啊，基督的新妇啊。心腹吼，不是神父吼，心腹。所以，咱互咱知影讲，咱真正到这时阵是伫教会是真做一体，啊，即个教会内面有真侪肢体啊，各种肢体安怎会结连做伙，敢若亲像火，愈来愈旺啊！
咱定来做礼拜时阵，我为着安尼，佫特别上网去看，说为什么要做礼拜？大家讲的大概都一样，说因为做礼拜可以让我们自己本身像那个火吼，你若甲摕出去，像迄个炭炉若出去的火气，大家甲摕入来，互火往眺望我们。这些我都认同。做礼拜，反正心会当甲上帝赐灵跟做伙。做礼拜时阵，互咱家己本身会当反省家己，检察家己，反省自己，让我们看咱心里有啥歹所行无，来带咱行永远的道路。这个都对。有一个老伯，迄耳孔吼都无听着，啊，其实目睭嘛安尼已经足歹啊啦。咱讲就到歹听咧，差不多伫要催眠啊，搁臭耳人。啊，迄阵咱会记咱 COVID-19 哦，我毋知影讲恁随处，阮台湾吼有一段期间吼，袂当做礼拜呢，拢直播，啊，逐个做礼拜拢4个人。讲道啊，苏球迄个欧巴大咧用电脑，林牧师来遮足多，安尼4个人，啊，搁来规定安那放宽变50个，啊50个爱先登记，互伊教会哦先登记，啊无后面就超过50个啊，啊你登记吼，即个人拢叫因囝去甲登记第一个，伊讲爸爸你莫去啦，你也听无啊，你牧师咧讲啥你就听无啊，你有当时人咧看你也看无啥有。伊逐面做礼拜一定坐在第一位。你甲我讲，啊，你现在一定爱去做礼拜啦。伊笑着讲啊，我为着你来做礼拜。啊，你毋是为着上帝哦，我是要互你知，我做你的模样，因为我是去做礼拜当亲近上帝。我去做礼拜时阵，因为我若亲近上帝，就亲近上帝亲近我。啊，若较使恁学我的模样，一代传一代信仰。上帝恩典就伫咱心上啊！我做礼拜是为着你，为着我，当然上帝也是为着当亲近上帝。所以讲吼，拜托你甲我登记。所以讲，伊拢拜就去登记，礼拜日的礼拜，伊拢要做第一个，拢坐伫第一位。足侪老信徒拢相共诶。咱一个老信徒对做礼拜时阵，感觉足重要诶。为啥你来做礼拜？有一样代志，一直写一直甲我讲，我适合讲出来无？我为着安尼，佫特别哦，加两个院长，啊，加这个教授，啊，加这个牧师，有当时啊，在讨论这个问题，讲，这你敢人讲出来，甲足现实的，敢若去庙里有烧香有保庇，有做礼拜有保庇，所以讲，即个敢若袂使讲。结果其中一个甲我讲足明的，做礼拜真正是要得到恩典嘛？做礼拜当得到恩典，啥你咱毋敢讲？咱迄毋是恩典神学，讲你若一遍信。你若承认主，你就得到恩典，咱你世人拢得到救。我们不是这样讲啊，你会使胡作为，但是咱拢知讲，你也逐礼拜来做礼拜，因为伫做礼拜中间，你才会当伫遐认罪悔改。你上帝将你一礼拜里内面所做，毋对是伫上帝面前伫遐来交托。你感觉要甲上帝讲的话，伫做礼拜中间，你会当甲上帝三角讲啊？有可能伫讲完的中间，拄啊一句话刺着伫你的心，毋是讲我足敖为着你特别讲哦。上帝话刺着着你的心诶，啊！我应该倒来厝里看我阿爸爸上帝。咱做礼拜时阵吼，是要得到上帝恩典啊！你若做礼拜会当得到上帝恩典，是免我甲咱讲诶囡仔来啊来听我要讲经义啊，我诶道理甲恁讲教导恁啦。所以为啥咱来查经，咱的见长拢伫遮有特别，咱今仔要查经，特别甲咱讲，因为做礼拜时会咱查讲上帝甲咱讲啥物，有互恁会当喜爱生命、爱慕长寿啊，得享美福。搁再讲啊，不要紧啊，这个时代的人吼，有当时啊，着过度医疗，他都我咧举德兄咧讲，有种过度医疗。长岁寿本来咱是足爱长岁寿的，咱直直嘛讲祝你活120啊，祝你。食到120岁，祝你安怎拄啊，祝你安怎祝大祝福啊！咱有当时真正伫对遮个代志的时阵，得到福气啊，是咱足需要的，咱足爱。我嘛足爱得到福气的啊！所以人讲无啊，我是纯粹为着做礼拜，我毋免福上帝福气免互我，咱毋免讲较大声。我来做礼拜为着恩典，为着福气。我的侍奉每一项侍奉是为着上帝福气、上帝恩典来。上帝，我这恩典会当徛到遮，上帝，我这恩典一个会当蹛做礼拜。我真有资格通讲话啊，因为阮当年的吼已经做阿祖啊，恁知，你著逐礼拜定仔咧讲做阿祖。阮到即个年岁时阵，阮真正会当体验。
我嘛特别要甲恁遮少年人讲，这年的时候，咱体验讲，伫即礼拜中间完全挖过上帝，嘿，偌水的一项事咧。我毋免交这应酬，但是礼拜日我一定爱来做礼拜，因为我会当甲上帝亲近。伫一礼拜中间有可能拜到拜六，我发着足侪罪，我所有伫上帝面前会当讨放。来悔认罪，来悔改。一礼拜中间啊，足侪代志我足烦躁的时阵，无得讲，无怪讲上帝讲着遵守安息日，守以最圣。你通完全讨放啊！你所有一礼拜着磨，一礼拜艰苦，完全伫上帝面前得到讨放，完全伫上帝面前会当放你的艰苦到拜的中间，咱搁再来开始。咱即个主日的第一日，就是来做礼拜。为啥来做礼拜？甲亲近上帝啊，会当甲倒来处理上帝啊。所以讲，是嘛有甲咱讲《申命记》，摩西特别甲咱讲，恁若听上帝话啊，恁有遵守上帝诫命，你会门户啊。所以无管咱早起的时候，常常会讲到《申命记》，摩西甲咱讲的啊，恁若遵守上帝这诫命。听从伊的话，无去黑白拜这偶像，不要随从大家黑白去拜的时阵，你们为什么？你会得到安怎？你们真的是得到上帝的恩典呐、你伫上帝面前所得到呀，你们会得到上帝真的很大的恩典，你们会蒙福啊！不如直接甲咱讲，十条教内底第一条带着英文的解是啥物？着孝敬你的父母啊！一个基督徒无孝敬父母，你讲是爱，真的是爱吗？你都不爱你的父母，真的是爱吗？父母都不爱的话，就不要再讲爱了。你的阿爸爸，你礼拜日一礼拜来甲看一遍，你都感觉都遐畏畏拄着啊，就讲我来甲你请假，阿爸爸上帝，我甲你请一个假咧。听命胜于门户啊！申命记甲咱讲，你们要听从耶和华你们上帝的话。哀古尾也甲咱讲，你就门户啊！真侪牧师毋捌讲这代志，讲我讲着敢若足现实的。哎哟，来做礼拜，你还得着福气，做礼拜直接就门户啊！我们信上帝不是为了门户吗？为了得救吗？为了有一天呢、就像上个礼拜我讲那个例子，这个礼拜都在我的脑中。我嘛足烦恼我家己的呢，拜托你先甲我看清楚，搁看一遍。安尼捌我无？毋通到天堂的时阵找无我啊！拜托，看清楚诶。其实当处长讲的，即世人上快乐的时阵是迄个囡仔感冒咧，讲我搁看你的面，搁看一遍，我看清楚，讲你睇一直甲我看，无啦，我睇甲记号着啊，无有一年我都罕见疾病，我会先去天堂啊！我惊讲你靠我去的时阵，你也来吼，我毋捌你啦。甲看清楚诶，做某看清楚哦，捌我吼。哦，咱伫天堂的时阵，你毋通当着我，甲当作毋捌我哦，看清楚诶。先啊，叫恁爱甲大家先请安，请恁换头甲厝边过行先字弄清楚，看清楚，戴口罩时嘛爱看清楚。嘿，若去到天堂，你怎毋捌你？看清楚，看清楚，遮个人都是你要天堂要做伙。啊，我都中去教会，哇，偌好咧，看到你来。奇怪，迄个较面熟面熟。我初一15拄着来礼拜，敢若来咱教会礼拜过一遍啊，但是我都无啥会记啦。礼拜拢会来啦，互咱记号清楚咱的面啦。以后咱到天堂的时阵，互相大家做伙啦。这真水的代志啊！所以咱遵守上帝诫命去听伊啊。互你咱啊，今朝就讲迄句话嘛，互你居首不居尾，居上不居下。互你会当居首不居尾，互你会当做头啊，互你会当。踮伫顶悬，无踮伫下骹啊！我到即个回来，我真正感觉，我也免交这应酬，我完全所有的时间除了工作以外，拢是献互上帝。总是到某一个程度吼，你无顾大，拢感觉讲你娶某，吼，我即摆感觉工会愈来愈济吼，看会当佫减寡袂？我较侪时间伫教会中间。你一个真正启成基督徒，你到任何一个所在，人拢发觉讲你是一个足通信靠的人，足人啊受到尊重。为着安尼，你会居首不居尾啊，居上不居下啊。你会徛顶悬，袂徛伫下骹啊。
徛顶讲，毋是我一定要做大官赚大钱。可是上帝就是会让你做大官赚大钱，只要你真的遵守他的命令，服从他的命令。我们真的要知道，第二个要把握机会。什么叫把握机会？你切要去永做时阵，当做礼拜你一定爱来啦，毋通停止聚会啦，敢像遐惯死的人啦。咱来做礼拜吼，你较注意看嘛，即礼拜无来，后礼拜无来，到第三礼拜来喂喂啊！哎呦，内底安尼，感觉怪怪个叫，这个人毋知捌我无？人捌你毋捌你拢无重要，来遮就是兄弟姊妹，你爱来捌上帝啊！咱咧上重要是，历史上算第一场的礼拜无去做礼拜，那场礼拜就是欠息的啊！耶稣12学生啊，其中的一个第一场都无去做礼拜，啥物人？多马的时阵，使徒是玛利亚走来讲，因伫遐拄啊彼得就遐使徒家遐学生吼，拄啊咧做礼拜中间，一个人欠息啦，啥物人？多马啦，多马欠息，抬头讲有啦，耶稣搁我啦，耶稣搁我啊，到多马。再来，因咧做伙时阵，多马第二场来啊，来咧做礼拜，多马他讲耶稣搁我，耶稣搁我，迄是第三遍哦。伊无承认主是，伊对主怀疑是第三遍的哦。哎呀，搁我吼，爱互我看，我着甲摸伊的手，甲摸伊的下骨，我真诶假？咱拢常常讲怀疑多马，咱常常笑多马怀疑。问咱家己，我家己吼评多马搁较差，我感觉我评多马搁较歹。我无完全交托啦。有当时我感觉厝里足侪代志，也是感觉足侪代志的时阵，我嘛上帝讲，上帝足忝的呢。上帝讲，我替你咧担，我甲你爱呢，你有啥物通忝？咱定有当时无完全交托啊。多马就是安尼咧怀疑，咱评咱毋通笑多马嘿，咱评多马佫较差，毋是讲咱啊我评多马佫较差。咱常常用怀疑的心咧做，摩西是一个上福气的人，伊甲上帝面对面，你就讲即阵都无法度啊，咱即都无看到上帝，抗啉圣神啊！你先想一个，圣神伫你的心哦。你做礼拜时，你我甲讲，我甲圣神撒到做伙。我即礼拜中间有影，伫即礼拜中间，我所有一切无爽快，一切不愉快，一切所有的毋对，我甲上帝承认毋对。我即礼拜中间，我心完全得到洁净。你若假使无安尼来做礼拜是应付一种形式啊，形式做礼拜。你不能因为用形式来做礼拜，而用我们的心来做礼拜。打开我们的心门。你的心门现在要打开，你要怕回忆的心，要打开你的心门，来迎接圣灵在你的身上。所以上重要的，你会当亲近上帝无？你有甲上帝亲近无？这个头顶大云灯，你有安尼做无？咱想问，咱来问看觅咧，哪有真正安尼咧做无？一个青年人，就业无顺利，非常无顺利。写足侪履历表的，伊读的好袂歹，伊学的是袂歹，是即摆 AI 上流行的，写足侪履历表的，投一方面投，敢投拢向甲退惊，一直撞，面试几个所在，为着安尼礼拜日拢无用嘛，伊爱写足侪履历表，所以伊就甲上帝请假，无去做礼拜。咱常常听一句话吼，甲上帝请假，上帝歹势，即礼拜我甲你请假。因为我爱写履历表，即礼拜请假，后礼拜请假，请假几个礼拜了，伊讲安尼嘛毋是办法，既然上帝拢无要听我讲话，啊无，因拄一个老牧师，你牧师比你较老啦，好一个老牧师，伊就去找迄个因教会迄个老牧师，要甲老牧师问讲，现在上帝拢毋听我讲话，上帝怎么都不听我说？我跟上帝每天祷告，我要去记仪表之前，我都很虔诚跪下来祷告。上帝都跟我说：“你记了，那我就记啊，记用，无就甲我用。”上帝不听我的话，上帝拢无甲我讲话啦，怎么办？伊就去找迄个老牧师，伊个老牧师一直讲足侪，迄个老牧师呢，
你讲啥物？哦，老牧师中听啦。啊，咧伊就搁较头前去，搁讲个老师嘛。你搁讲一遍，你搁讲一遍。哎，老牧师就坐伫椅仔，哎，关关咧起来讲话，开始就哭落来，哭足加，断气相比。我都特别去食头路，记足侪年，上帝拢无叫我讲话，上帝拢无咧叫我讲话，上帝无咧叫我讲话，一直拍，一直加。迄老师笑咧，讲我虽然臭耳人吼，无遐重啦。你入来讲话，其实我听有啦。总是吼，我头拄有咧甲你讲话，你敢听有？你伫讲的时阵，你有看我喙咧震动无？讲有啊，我都听无你咧讲啥。讲上帝有当时甲人讲话吼，注意听哈。上帝有时候用耳语，有当时上帝用足细声咧甲你讲话呢。请你想看卖咧，上帝有当时用耳语在跟你讲话。问题是你拢顾家己咧开药单，你无咧听上帝甲你讲啥物嘛？你心里突然醒起来。上帝用耳语跟我讲话，苏东时萨摩尼甲伊哩讲，萨摩尼，你讲老师你咧叫我，老师我没有叫你，萨摩尼，老师你咧叫我没有叫你啊，耶和华在跟你讲话，上帝在跟你讲话，上帝在这半暝咧甲你讲话呢，讲困较重要啊啦。毋通讲话啦，毋通祈祷啦，困较重要啊啦。好，我今日足忝的上帝，我今日要困啊啦，歹势，我祈祷、行昨拢相共啦，行顶礼拜拢相共。上帝咧甲你讲话啊，你有亲爱兄弟，咱若算起来，即个礼拜是今年新春最后一个礼拜。你今日来做礼拜，感谢主，上帝稳定伫你的顶悬。我足肯定甲你讲，上帝稳定伫你的顶悬。总是恁会记住咯，上帝会甲你讲话无？有哦，请恁细耳听下。上帝讲话毋是像我即个红声咧讲话，高声乞食，我乌白讲诶。像种耳语诶，细声你甲你讲话，伫你心甲你讲话。德恩兄诶，黄德恩，去美国要小心一点嘿，听到没有？你要注意，你来的时候记得教导他们。上帝在跟你讲话，用很轻声的声音，用很微小的声音，你要听啊！你不是跟他讲你啊，你要听啊，听上帝有没有跟你在讲。潘东华牧师做了一首诗《美善的力量》，我们都很熟的一首诗。这首诗里面要告诉我们，神有没有对你在说话？这首诗里面一再告诉我们，上帝在跟你讲话，过去遐个代志，不管不如意，所有的不愉快，所有的都放下。新的一年，再来新的，咱过来到，咱应该拜他嘛吼，拜五到29暝啊，像后礼拜29暝啊嘛。新的一年，上帝会将恩典在你的身上，所以我们先来唱这首歌。你唱的时阵吼，咱莫背起来。我希望不管你会晓未，有识无识的人，请你将这歌词每一句歌词记录掉，每一句歌词记到咱的心。咱到第4站，咱才走起来。咱先坐咧，一方面你会晓唱的人唱，袂晓唱的人听。咱先听一遍，来，伊往先讲弹一遍来。每一个字我们都把它听进去。一边听上帝有没有在跟你讲话？每一句，希望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，一边我们听上帝有没有在跟我们讲话，
所有美善的力量，用我们的心来奇妙的安慰保守每一天，每一天的上帝跟我们同在。让我与你们走过这些日子，并与你们踏入新的一年，让我们信赖所有美善的良都奇妙着来，无论有好坏和难为，在万事走上每一个新的一年，上帝都将会与我们同在。我们要信心，上帝所做的每个行为，尽管过去里面不怎么心里，尽管是万种难压迫我们，主啊，只求保守坚强的心，以安慰我们愚昧的骄傲，用心，所有悲伤的良都奇妙着来，不管如何都是很难为。在万山走上每个新的一年，上帝都将会与我们同在。若你给我们披来沉重苦悲，把你自由从痛苦的苦悲，主啊，从你良善慈爱的伸手，保护残弱心存感谢领受，所有美善的良都奇妙着
的最后一个礼拜，我们到你的圣殿来，我们不停止聚会。那你圣殿中间嘅上帝三到千君上帝，我要听你的讲话。我真正圣字，我抛开我的心门，我听上帝上帝你们跟我们讲的耳语。你给我们讲的每一句话，我记在我的心。所以我以后新的一年，每一日，我所应该行的脚步。上帝恩典，做工你所所愿。上帝福气，甘愿我们顶管安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这时，请咱备办心来奉献。391首《乌鲁提顶主宰》。这样起来，你是上帝祝福。我将你交伫上帝全能的手中。我们得到最后所记到无穷无尽的恩典，天父上帝因未改变的疼痛，圣神的相中扶持，帮赞安慰今日三甲之地。佮再来新的一年中间，每一日攞新的脚步、新的恩典、新的福气，伫咱心上对即时直到永世大无煞。阿门。
时我要来报告，进前咱来介绍两位的新的朋友哈，江银妹跟苏慧瑜，请恁起来。因是慕道友，咱会后才请甲伊三到八哈。要报告迄个今日有几点吼？第一点，咱礼拜后共款有小组。那今日要迄个研究的是迄个查考的是出埃及记26章32节，26章甲32章第一节甲第九节哈。那今日自会后，咱有召开定期的中职会，请中职老部参加。下礼拜日2月11举行新春的赞美礼拜。迄个咱迄天的小组分享甲爱餐讲庭，那希望大家拢会当来参加迄个新春的礼拜。第4点2月18，咱本会有召开定期的互会，会员名单有搭伫后壁，若有出入请通知院长咯。2月18，咱伫个礼拜中也要举行新甲连任的中职甲国团嘅会长、队长因的就任式，请同工预备心哈。那名单则请家己来看。第6点，金星的迄个奖学金申请为即时开始，到2月18。若有合乎资格的学生，麻烦恁将成绩单影印，然后给那个陈慧华老师来确认。那我们预定，咱有定伫个2月25要礼拜中来颁发。第7点，伫个2月18，咱要邀请迄个敬拜团有请讲师来指导。若有迄个敬拜团的会员，请准时参加。若有兴趣的，嘛欢迎恁来参加吼。迄个向迄个严玉芳报名吼。咱即马要请迄个叶老师来，甲咱分享今日查考的迄个出埃及记即部分的圣经载。亲爱这平安。咱读到迄个出埃及记，读到即个28章遮啦吼，遮有讲迄个祭司的服装是安怎啦？爱安怎做？祭司的服装吼，咱即摆较少看到啦。你去圣公会都会看到啦。圣公会吼，因咧礼拜的时，拄开始的时嘛是会摕迄个一个迄个香迄啦吼，香伫遐安尼吼安尼嗨，嘿行入来安尼啦。因穿的，你若讲佫袂清楚吼，你就看迄西公咧穿的就知啦。西公吼，伫迄帽啊，迄吼，插一个挂一个迄牌啊，安尼尔啦，插一个迄尔。你若看迄个图吼，其实很像啊，其实真共。过来伊即个献祭吼，伊讲迄安怎做拢有固定啦，香安怎做嘛有固定，所以特别讲迄香吼，普通人袂当照迄个方式去做。伊讲你若照迄个方式去做迄个香的时候，讲当把它致死啦，用石头甲点死啦，所以讲迄归耶和华为圣啦，所以袂当凊彩啦吼。过来就是讲祭司的迄个职分啦，祭司的职分拄开始的时，伊就是讲迄个爱有一只牛吼，牛先献赎罪祭。献赎罪祭迄个赎罪祭你献了的时，迄个祭司才开始会当执行他祭司的职分。毋是讲凊彩啦，一定爱安尼。啥物物件爱烧伫坛的顶悬，啥物物件爱烧伫迄个外口，伫外口来烧。糖啊啦，糖啊吼，迄个迄个好粉是讲粉啦，就是讲其实糖啊啦，糖的部分啊吼，迄较无清气的部分，拢爱烧伫外口。剩的迄个网丝啦，油啦，豉油迄爱烧伫迄坛的顶悬。作为赎罪祭，过来爱抬另外一只就是讲迄个火吼，爱抹迄个阿伦的耳啊，甲
手整迄个大拇指，甲骹的大拇指，嘛是拢吼，迄是属算讲成圣的一种啦，所以毋是随便的啦。哦，祭司的迄个职分，啊，祭司爱替一般人来献祭，啊，献祭咧，每一工爱献2只羊羔啦，早暗拢献一摆啦。哦，早暗所以是足麻烦的，所以希伯来书讲耶稣基督已经一摆献祭吼，所以咱毋免搁再献祭啦。耶稣基督已经一摆献祭，所以咱毋免搁再献祭啊吼。啊，犹太人嘛还搁咧献祭啊。啊，过来又特别交代吼，交代讲迄个祭司职分了，有交代讲迄个每一个头生头上生啦吼，头上生下遐拢归耶和华归神啦，哦归给神啊，所以你若迄个动物咧，像讲牛头上生，就是圣殿的路用啦，啊圣殿的路用，啊过来若查甫的吼，查甫的你爱用迄个用银去赎回。啊！即咱我毋知影市内有无啦，庄口拢有啦。庄口男丁啦，你若查甫的男丁的时吼，伊拢爱收钱啦，庙宇拢会去收。哦，我你若讲本来毋是基督徒的时，你就知影一定知，因为迄庄口阮兜拄开始毋知影的时，拢会要来收嘛，要来收的时候，以前庄口吼，迄个厅吼，拢挂一个十诫啦。一看到十诫讲这信基督教的，安尼毋免收啦。哦，伊就讲信基督教毋免收，所以因拢会来收这个钱啦。啊，我奇怪讲因来收这定钱吼，含迄个圣经旧约咧讲的是其实差不多啦。哦，差不多。哦，这是迄个咧讲到遮，过来就是迄个造迄个会幕啦。造会幕的是会幕爱安怎起，迄种固定，长宽偌大拢一定的啦。哦，所以特别吩咐讲要照耶和华在山上告诉你的，耶和华伫山顶哦40天甲摩西讲的吼，讲安怎做，吼，拢有甲讲甲真清楚。啊，所以伊甲伊讲一定爱安尼照安尼做啦。啊，过来讲爱守3节啦吼，守3个节日，就是讲迄个除假节，就是逾越节。啊，过来就是收藏节，所以收藏节特别有讲到，讲迄个果子吼，也是迄个麦啦吼，小麦、大麦遐收的头水收的，拢爱归耶和华为圣啦。所以讲年3哦，守3节时不可空手而来啦，袂当空手来哦。啊，所以较会造成后壁耶稣咧赶遐个伫迄个圣殿咧买卖遐个人啦。因为你无可能讲，像讲你伫耶利哥啊赶一只牛，赶去到迄个耶路撒冷买去献祭嘛。哦，不可能啊！所以拢伫遐买嘛，才会产生这个问题啦。我有特别讲到的，讲爱守啊，拄啊，迄个蔡总咧讲爱守安息日啦。哦，伊特别讲到伊讲安息日哦，世代要遵守啦，因为守这个安息日哦，因为这是我跟你们世世代代之间的证据。伊讲守安息日是安尼，啊，伊古约伊讲哦，若无守的人咧，要把他治死啦。哦，迄非常严格啦，所以咱看迄个即马回教抑阁是安尼啦，回教啊吼，啊讲一工爱5摆的祭祀嘛，透早像5点外就开始啊，迄个等啊，你去回教国家就是伊咧等，就是爱起来拜啊。啊，你看即马吼，每一个机场吼，每一个机场拢抑阁有哦，抑阁为他们回教徒吼有设一个吼，就是伫遐祭拜，因为时间到你一定爱去遐拜啊。哦，到即摆每一个机场拢有，咱迄个桃园机场遐嘛有啦。啊，这其实伫遮拢有规定这安尼啦吼。啊，所以伊就释迦迄个石板哦，就是讲10条诫命啊，10条诫命吼，伊就摩西就摕落来。这是到超32章。啊，咱知32章伊摕落来是看到的是安怎？看到的讲，遐个百姓甲亚伦讲啦，讲迄个带咱出埃及迄个摩西啦，啊40天拢无看到啊，可能无去啊。啊，所以吼，咱都爱做一个新名，搁带咱出埃及啦。甲阿伦讲，啊阿伦讲啦，讲好啊，所有的吼查某的若阵有挂耳钩啊，挂遮个破链遮个人，遮金啊拢收来，讲甲伊做一只金牛啦。啊，所以开始拜金牛。所以摩西吼，上帝甲摩西讲，你赶紧落去，赶紧落去。遮个吼，遮个应景吼，遮个即个反梗，遮个百姓吼，已经开始要造反啊，无搁做一个新名啊！哎呀，说迄个摩西就落来吼，咱会当看到这是到32章是咧讲这啦吼，以上。
谢谢叶老师哈，真好的分享。只是咱要避讳袂倒，请咱会后甲迄个新来的朋友来小交陪。互相请安一下哈。